家己火车头有一个老大人伫咧月台咧食薰，民众去甲苦劝，结果伊毋若甲即个薰头乌白蛋，佮撞入去到铁基路内底。家己市卫生局是表示讲，会照薰害防治法，甲罚2000块到1万块。也若走入去铁基路，也已经违反铁路法，上重会当罚到5万块的罚金。会被罚呢？罚不到。看到月台有人食薰，民众遐苦劝叫伊莫食，对方甲这薰头戏撒，却是呛声讲发袂着，紧甲家己行到这铁路正空的所在，一直到站务人员去甲苦劝，才愿意行倒来月台，也讲家己是退休的代替人员。代志发生第2时早起8点45分左右，这老先生若伫个金分区的月台食薰，有行入正空的所在，有10分钟了后，普悠玛列车就要通过，恐惊发生危险，民众通报站务人员来处理。如果在月台的范围里面抽烟，依据烟害防治法可以处罚2000到1万元的新台币。远远的有看到我的衣服，要先把烟丢掉，但是他已经超过那个我们禁止进入线，所以说我就有规劝他叫他回来。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你不能进入，然后就慢慢回来这个样子。除了违反薰害防治法，也面临铁路法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罚款。老先生为了食一支薰，付出的代价是不哩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